聽到呢單嘢，真係估都估唔到。自從我哋男神高以翔喺2019年11月，因為拍內地綜藝節目《追我爸》嗰陣，不幸暈倒，送院搶救之後都救唔返，終年得35歲，真係令無數人嘆息。大家仲記得佢生前嘅女友 Bella 蘇湘涵咩？呢幾年佢一直都好堅強咁過生活，點知今年3月佢突然喺社交網度報喜，話自己結婚啦，仲貼咗張同老公嘅幸福合照。但係呢位老公個樣同身份都神秘到爆，搞到成班網民都花生滿瀉。話說尋日，即係6月17日 ，Bella 原來靜靜雞喺雲南搞咗場婚禮。睇返啲相，佢著住件低胸婚紗，真係省鏡到不得了，成個幸福樣都出晒嚟。但係啊，個神秘老公嘅身份依然係個謎，全程都係影背面，或者個樣俾 emoji 遮住晒，真係吊足大家癮，唔知係邊個咁有福氣娶到佢呢？不過呢，最觸動人心嘅係喺呢場婚禮入面，Bella 竟然有個特別環節係紀念高以翔。據婚禮上嘅朋友爆料，佢將高以翔生前最愛嘅向日葵整成永生花，仲裝飾喺佢手上嘅捧花度。致辭嗰陣，佢仲講咗句勁感人嘅說話：愛唔會消失，只係以另一種方式延續。聽到呢度，真係令人眼濕濕。而更加要讚嘅係，新郎哥全程都體貼到爆，完全支持 Bella 咁樣做，仲主動話要喺婚禮度保留呢份對高以翔嘅紀念。呢種愛同埋理解，真係唔係人人做到㗎。可想而知 ，Bella 揾到呢位新老公，一定係個好好嘅人。佢哋嘅愛，真係跨越咗時間同埋生死嘅界限，堅係好感動。從 Bella 同高以翔呢段咁深刻嘅情誼，到佢依家勇敢咁重新出發，揾到自己嘅幸福，我哋睇到嘅唔單止係一份堅韌不拔嘅愛，更係一種對生命、對情感嘅真摯。雖然曾經嘅愛可能以另一種形式存在，但係佢哋之間嘅美好同埋回憶，永遠都唔會消失，而係會繼續滋養住 Bella 嘅未來。Bella 呢個故事，正正就係話俾我哋知，生命雖然充滿變數，但係愛同埋希望，永遠都係最珍貴嘅。咁你哋又點睇呢件事呢？你哋覺得喺婚禮度紀念已故摯愛，係咪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呢？或者你哋有冇啲類似咁樣，令人窩心又感動嘅愛嘅延續嘅故事想分享俾大家知呢？快啲留言講低你嘅睇法啦！如果鍾意我哋呢啲咁有深度又貼地嘅娛樂分析同埋名人故事，記得俾個 like 我哋，訂閱埋我哋個頻道，再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任何最新嘅花生新聞啦！